主，我哋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恩待阮，互阮伫即个热天暑假小朋友上爱活泼的时阵，阮的教会来举行即个主日的夏令营，特别用时间管理高手即款的主题来教育这个细囝，互这个细囝对细汉就明白真侪的代志的选择，重要的时间要安怎来使用。主啊，愿你亲自将这个美好的教导放伫这个细囝的身上。你也祝福伫遮的所有的老师甲遮的小朋友中间，互因所做的凡事拢上帝美好的旨意，做美好的学习，将来真侪一生的路用。我咱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当配合着今仔日咱看见小朋友因一个美好的学习，我会要通过同款的经节主题，甲咱三甲来想咱上珍贵的生命的教育。上珍贵的意思是讲，咱大家做父母的你拢有用心在教囝，有用心在教导你的细囝，但是要用什么互囡仔？要用什么来教导咱的囡仔？这就是一个智慧甲学问。大家啦，父母嘛拢足无用，大家父母嘛拢足用心他拄则咱有看两位经节，也是真实的经节啦这经节是甚物呢？箴言22章的这第6节，伊有教一句话讲：着教养囡仔行合宜的路，行合宜的，表示讲囡仔伊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有真侪路要行，因为愈来愈大汉，愈来愈成长，伊可能行的方向会无共款。但是讲行合宜的，表示这个是下信仰的，下伫咱信心的，下伫这个品格。伊讲这款的路行，就到老拢袂歪错。好像就一张树你伫这个细长的时阵就甲雕好好势。迄个树根顶真深，迄个树棵往顶面来发展，伊到慢慢大长了，伊的根就顶深落去伊的树棵就愈勇，风台来就唔惊，这共款的意思另外一个是马太福音19章这段经节，讲一个小故事，讲有人带囡仔要来耶稣家啦，哇，感觉耶稣会祝福足好的，所以呢。遐会做父母的，赶紧烧下课，要带囡仔，就亲像咱的小朋友拄仔入来共款安尼囡仔呢，就是当然无有真安尼照真规矩就对啦嘛加减会吵，加减会迄个走来走去啦有时真侪大人是讲，哎哟，囡仔来遮安尼插杂，互咱咧这个场合足吵安尼会讲要甲赶走安尼就对，这个故事大概是安尼。因这父母呢，爱要互耶稣甲还手，但是温度甲因赶走。这囡仔莫来啦，大人安尼。这是咱一个真大的一个疏忽，就是讲，咱常常会用大人的角度咧思考。囡仔伊需要，咱无注意到所以耶稣安怎讲呢？耶稣讲，互囡仔来我遮，唔通甲伊教导，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天国是即款人的。表示这个囡仔单纯较无，这个囡仔充满着活力，这个囡仔充满着热情。耶稣讲，若无倒转去亲像细囝，就袂当得到天国。所以就甲因还手甲因还手，然后离开遐。昨昏呢，咱的小朋友呢，有招这个家长，昨昏事实昨昏是一个最后的成果发表会啦咱有邀请这个长老、执事。会当来参加，特别甲这个细囝一个甲因还手，就是学习耶稣这段经节。因为还手是一种官兵还手是一种用上帝祝福来祝福这个细囝。咱看见这个囡仔，因暑假无安尼去别位耍白佚佗，咱的父母咱的老师用遐尼多的心情，而且专门伫遐陪伴这个细囝。咱是要想讲，到底咱的目的是甚物？咱无亲像一般咱社会咧办什么营、什么教育营，爱收钱会当趁钱毋是啊？大概咱教会办这个夏令营，拢是咧开钱的较侪安尼。
但是目的咱有去找着，咱有一句进前咱定咧讲的，就是有迄个看袂见的价值，迄个价值看袂着，但是你欢喜，因为无有迄个付不出的代价，是有迄个看袂见的价值。你为着看袂见的价值，所以你欢喜拍拼，你欢喜认真。咱做父母的为着细囝，伊的成长，所以呢，咱日暝无闲，日暝操劳，是呢。你知影这个细囝将来是你的愿望，所以你欢喜付出。同款，咱的信仰上，咱嘛是同款，有这款的信心，知影讲，咱付出伫这细囝的身上，就是要学习，互因伫细汉的时阵就会晓找到一条合宜的路，是条正路，而且到老拢袂偏差。所以，咱真感谢3工夏令营真顺利的完成感谢这老师天母台青少年专心来投入而且有50几位营会小朋友咱有应该做祝福。所以讲到咱的办夏令营，咱用心伫这囡仔的教育，咱做父母的，我对你的细囝出世了，你就想讲，我要甲这个囝教伊，互伊是成做一个我，会使讲是。安尼，你所期待，或者是讲，伊成做一个社会所互人尊重真正互人学乐的一位青年。这是咱逐个人拢无有迄个无相像的。但是当咱安尼想的时阵咱拢想讲我着足用心伫我的细囝，一定是对的无一定今仔咱伫个社会内底有真侪。充满了无共款的价值观，充满了将真侪广告宣传，以及这个社会的风气。有时咱做父母的，较毋是惊讲无啥物所在，互囡仔学物件，是咱爱做选择，咱爱做判断，到底这款的学习对囡仔是毋是好？这才叫做父母的责任就对了我最近看见一篇文章，感觉真大的一个提醒伫遮先甲咱做分享，来思考，来思考。思考来讲一篇文章，伊安尼写讲美国伫迄个四部，咱知影讲伫旧金山湾区遐是全世界迄个科技上第集中的一个所在。讲遐个科技的时代表示讲伊时代意思讲差不多开始有囡仔有细囝，有诶国小国中伊讲，这世界上尖端的这个科技的这人士啦，伊本身就是从事科技业，毋过呢，伊甲因的囡仔送去迄个无科技的学校，什么意思呢？这有一段话要甲咱三个学习啦伊大声讲起就讲，一个出名的小说家叫做 George Orwell 伊写一本小说，就是叫做《1984》，应该咱有真侪兄弟捌接触过一本世界著名的小说。因为1984到现在已经30几档敢毋是事实这个欧威尔足厉害，伊伫早前写一本册，伊是未到1984，伫20世纪初，伊就写讲，大概伫1984用一个名号啦一个年号来讲起迄个时代的人会安怎。伊就是有言讲，人会互政府利用各种工具，无时无刻咧监督，失去自由。看起来1984迄个时代，我拄好新人伊毕业佫无遐明显，佫无遐明显。但是今仔日兄弟姊妹，是安怎？咱逐摆电视新闻拍开，讲迄监视器翕到啥物人偷摕物件。监视器看到翕到迄个发生车祸，啥物人发生代志，拢看了。咱每一只车现在拢有迄个咱的迄个翕相的，所以车辆安怎进行？上严重的现在是伫中国，毋知几亿批的迄个镜头咧翕遮的百姓，你的面拢翕了，拢走袂去。真正即个欧威尔伊的语言。佫慢差不多30档，到今仔日已经完全啦。咱台北市政府想讲，我嘛要安尼，哇，真侪人抗议，讲迄我的隐私拢甲我抢了，我哪会使？这就是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
人拢无自由，人嘛无家己的即个隐私对。而且讲科技发展到人家己受束缚，这是乔治·欧威尔这个小说家，伊的小说说哇，出版足侪种版本，嘛拍做电影对，这拢是这图片啦这图片，1980一粒大粒，对政府一粒大粒目睭咧看哩安尼好，咱另外嘛，讲起着另外一本小说嘛，足出名，就是这个小说家贺胥黎所写美丽新世界》。这美丽新世界，伊讲美丽，事实是无美丽啦伊咧讲起人到发展到一个程度，迄个时代人拢沉迷伫迄个无意义的娱乐的中间。有一款物件，互你刺激啊，你足爱安尼走袂开，失去关心重要议题的时间甲能力。伊就是讲用这个这个咱是中文的翻译啦这本小说足侪种版本安尼美丽新世界。好，那这个问题是产生到今仔日，我想像我这个年岁，我开始接触科技，就已经年老要年老但是即嘛是，拄则咱摆伫遮的细汉囝，伫细汉就接触到伊会发生什么状况？有人在担心吗？这个情形，遐插科技上深的，就是伫四股遮科技二代，因安尼感觉因煞颠倒安怎呢？因在追求一种足特殊的特权，普通人煞得袂到，因就是要追求，因为爱开钱啊，特权就是开钱嘛，特权就是例外嘛，好，因咧做啥呢？因就是遮个人，因一面去做遐几几万的手机、平板电脑，也是遮个网络、遮个科技王国。但是呢，伊竟然一年开3万美金，甲囡仔送去什么无科技的私立学校。若讲要无科技，我囡仔时代就是无科技的学校，迄阵就是价值3万块。现在都爱开3万块。迄阵阮囡仔去学校烫车卡，迄阵价值3万块。所以这变做观念拢倒反过来。这款私立学校，因为伊毋是公立的，所以伊照伊家己的理念来去做。咱台湾有一款的学校，咱教会嘛有以为囡仔去读的，伫咱清华遐叫做华德福共同学园，无咧用手机，无咧用电脑。伊安怎呢？伊是安怎要安尼？咱就感觉奇怪即马科技电脑足方便囡仔等的伊咱看见足侪细囝你一台平板互伊哇乖乖，拢袂插你这倒是好歹？伊这篇文章咧研究这个代志。因安怎颠倒互遮个囡仔去学饲鸡啦，家己洗身躯啦学天衫啦安尼完全甲遮个科技的产品隔离安尼。咱感觉讲，这甲咱认知有无共款的所以这叫做特权，因为现在逐项拢是科技，我颠倒无爱科技都爱开钱所以远离科技的教育方式，真做这四股这科技新贵输入的特权。其实咱毋免讲科技啦，咱搁看下面一句话，伊讲就亲像现在咱咧追求无迄个回转基因，就是讲无有基因的遐食物黄豆啦遐侪侪物件，包括遐牛肉遐猪肉拢袂使有迄款油安尼。咱即马说爱食迄较感觉讲会安心啦。即要找迄煞歹找，你就爱去迄个自然的遐店买加足贵咱爱送囡仔去私立学校，因为一般的公立学校拢是照现在的流行咧做哇，遐自然食物煞颠倒较贵。较早咱是食迄有糖的，较早是用咱迄个肥拢自然你就感觉讲无价值。即摆煞颠倒，人要追求即款的物件。所以现代囡仔是变成即款的情形，因为因必须爱靠这来。互伊心会安静落来，逐项物件无效，即款科技的物件才有效。所以遮个
科技的二代送囝儿去创啥呢？去饲猪，安怎甲动物相处？安怎闻遐臭味？安怎踏落去遐低调遐垃圾的物件？过来，因学游戏就种用了古代的游戏就对啦吼，剑术的游戏运动，互因的体格会当更较好。因伫迄个低调来饲鸡，来摸鸡安尼。即个问题，互咱若无想呢，感觉这都真自然啊。毋过慢慢已经有人去敲找着讲吼，叫咱即个世代一种新的毒品。什么新的毒品呢？就是电子产品，已经成做电子毒品啦。电子毒品，因为伊无形中甲你卖落去，你就无法度通好逃脱。现在我相信咱在座啦吼，包括我家己，咱拢有一款手机的焦虑症。你讲过一阵嘛无去看一个手机，敢是毋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所以就滑一个滑一个，滑就无路用，嘛是都爱滑。是安怎？这叫做电子毒品。因为伊已经用迄个上界科技的方式，互你无形中把你绑死啊！这个危害愈来愈发生啊！因做研究讲，青少年一日看银幕的时间，一个惊人的程度，有一间这个家庭基金会调查讲，8岁到18岁青少年每一日伫迄个银幕的头前开7点钟啦吼。7点钟差不多咱上班时间啊呢吼，上班时间拢咧看电脑。当然，咱即现在上班嘛是咧看电脑啦。这已经无法度脱离啊，甚至有个人已经关到10小时安尼吼。咱看见真侪小朋友哦，有真侪青少年吼，因的目睭已经损坏啊，因必须爱去看眼科的医生，因必须要去开刀，迄都爱5、6、70岁咧开白内障的人吼，像我这年纪，真10几岁、20几岁就拄着。更较严重的是安尼，因为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伊讲这个咱电脑、手机内面看的物件，足吸引人闻唔着，但是拢叫做片段化、碎片化。一片一片，看着真好看，但是袂当组织，袂当互你组织。伊讲这碎片化的信息占大部分的时间，会引起青少年失去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伊讲我做这样代志，我困落去，袂去影响着。即嘛毋是一片短短若超过2页你就无爱看。所以我毋知即阵吼，有现在青少年又爱看迄款迄个世界名著小说无吼。哇！齐瓦戈医生啊，滚啊他一他遐大本会想要看无？我看2页，伊就看袂落，因为这是迄个电子产品所引起的效果。甚至吼，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吼，你若超过10分钟，就看袂落啊，就跳过啊。因为伊就是要用短短咱是不是微电影有无吼？微影片的时候，你短短随吸引一个信息，要甲你讲一样代志，剩的不管啦。这变做咱现代青少年会拄到的一个状况。伊讲一个信息的爆点，甲情感的满足，脑海中改成足多，但是迄叫做垃圾快乐啦。安尼慢慢的失去自律甲逻辑的思考的能力。所以有人安尼讲，这科技的背景的家庭，因家己咧防止啊，家己咧防范安怎呢？这社群产品，咱知影讲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Snapchat 啦，这会损害到社群情感的能力。唔知兄弟姊妹，你有观察到你的囡仔注意，你的孙，伊要甲人讲话讲无规矩，伊无法度甲你讲，讲对头讲到尾。唔知我通甲你讲，阿公啊，我今日去学校吼，对早起到下晡，甲你讲几半点钟的无？那会晓甲你讲，表示伊还佫有沟通的能力。若无吼，伊讲无出几句话，无爱安尼。剩的呢，剩的伊会晓伫迄个网络内底写足多，但是无法度甲人用口头来沟通。伊讲慢慢因为这款机器的影响吼，就失去自我表达的能力就对啦。袂晓沟通，甚至嘛袂晓求助，袂晓当去求别人帮助。根据研究，这会慢慢的引起什么呢？那较严重的变做
忧郁，啊是甚至有焦虑甲自杀。啊，所以这个科技时代的家庭咧送囡仔去学校，因为无科技，所以安怎呢？无手机吼的时阵，伊就爱去甲人讲话，伊就爱去甲人交流，伊有代志爱甲人找人办法。啊，饲鸡袂晓饲吼，啊饲猪袂晓饲，你就讲问安怎做，甚至做事种遐物件，啊伊讲，即个就是真珍贵的能力。啊，所以拄则讲到遮，咱看见咱囡仔时代所做遐物件，今仔日算是上价值的。像我哋囡仔时代伫庄骹，啊爬树啊啦，爬悬爬低啦，啊伫海边走来走去啦。你想讲，哎哟，这囡仔啊，无代志，黑白说黑白走。竟然迄是一个训练你平衡的能力，训练你反应的能力，训练你迄个骹手扭捏的能力。咱想讲迄无要紧，即嘛毋是啊，就屈伫厝里房间的玩具，你敢若手震动掠掠。啊，这个拢是咱啊做爸母爱小心的吼。啊，咱讲这个理论是安怎？连迄个苹果的创办人贾博士伊都安尼啊。伊真骄傲吼，伊提出第一代的 iPad 吼，啊伫2012年的时阵，伊接受迄个纽约时报采访的时阵，伊讲吼，伊无分准伊的囡仔用 iPad 伫厝里，尽量限制因用即个 iPad 的时间。意思伊家己做，伊知影讲吼啊，即声啊，我的囡仔，别人若爱教伊上好，啊，我的囡仔嘛会安尼。毋知咱进前咱台湾吼，迄农药足严重的时代。足多做事的种菜的人讲，这个菜是要去卖，毋是要咱兜食。啊，大概也食无输就是安尼啊。吼，咱这个水看到足佳目，哇，迄菜吼足金足水的，这是要去菜市啊，啊卖较好看。啊，咱兜食迄有虫的，啊慢遐的无人要滴的安尼。啊，所以兄弟姊妹，讲这当然毋是危言耸听，是咧互咱搁一遍思考，讲到底咱要互囡仔什么啦吼？啊，因为这个返璞归真，就是讲倒转的原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根据研究，囡仔伊准备好，就是讲伫国小以下唔通互伊接触这个科技用品，因为等国一慢慢啊，伊好啊，咱才接触。伊讲你若还未准备好，就暴露伫这个电脑科技的下面，伊会妨害到伊的身躯的体格的发展，伊的健康的纪律甲自我控制的习惯。因为这个物件，你囡仔你若无甲伊训练，等下后来要控制就困难啦。所以咱拄来读金言讲吼，讲你要教导你的囡仔行伫正直的路啊，行伫正路，因为到老伊才袂偏差。啊，所以伊结果是讲会妨害这艺术表达甲创造力。啊，这个物件拢是咱所得注意的。啊，所以因感觉教养儿童上正确的做法是甚物？培养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感官的发展，全面迄个情感的发展，甲智力学习的热情、好奇心。伊从这个物件，毋是靠科技，是靠大自然的，看上原始的家庭的生活、野外的生活，遐个甲食物、动物接触的生活，互伊建立迄个基本的能力了后，你来接触科技，煞颠倒比你囡仔就接触较好。这就是咱在想讲这足奇怪的情形啦吼。因安那呢？你较慢接触科技，讲将来会造就更较强、更较有气力的儿童甲青年。啊，这我就想到什么呢？想到讲，咱台湾进前迄站有要发展迄个棒球吼。啊，棒球呢？这个国小的迄个棒球队哦，去美国威廉坡岛拍球吼，好啊，秋风扫落叶。啊，这个美国囡仔高强大汉拢拍输咱呢，好啊，咱怎么拍波欢喜啊，转来搁咧游行对无吼？啊，毋足奇怪。这个得冠军的国小的囡仔，啊，迄阵什么金龙少棒队啦、巨人少棒队足强吼。啊，毋过转来哇，就国中袂拍，手歹去啊。咱台南有一个徐金木，毋知咱捌听过无？可能我这年纪才知影啦吼。徐金木吼，迄投球，迄阵看咧话做英雄咧，啊，伊转来无搁拍，伊无搁拍，伊无法度，伊的手骨歹去啊。啊，所以意思是啥物呢？咱这个
延迟科技的接触，甲亲像棒球共款。人美国的囡仔，因是细汉，互伊耍迄个球，互伊兴趣，互伊对球的反应好，但是身躯拢保护好。等伊上高中啦，开始强烈的训练。所以你看，美国的大联盟一个投手，还是讲一个出名的选手哦，拢几啊亿个美金呢？是因为因知影这个成长的过程就爱安尼。咱是囡仔时代就该操了行。所以咱知影讲。创造科技，佮抵抗科技，这就是咱拄仔讲的讲美丽新世界一部分。今仔日咱发明真侪，像塑胶啦、用品啦，亲像咱发明真侪食物啦，毋免冰爱袂歹啦，咱感觉足欢喜，足方便的啦。但即嘛问题来啊，你无想要食到无法度，因为逐项物件拢是安尼。所以，比如讲，你有创造新的科技，但是你发在控过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三个思考这个事是讲，无共款教育囡仔的结果。一面咱拄要讲起这科技所带来影响，一面咱要想讲有人写一段话，感觉真有意思啦吼。伊讲，你用什么态度教囡仔，会产生什么款的结果？第一，伊讲生出来囡仔会真危险。你家己安尼捧在手掌心的囡仔，逐项拢应付伊，讲足霸道。你家己足，就是讲，安尼足先惯习出来的囡仔足任性，伊都无要管你，伊都爱啥就啥货。教出来的囡仔，讲真脆弱。你囡仔你细汉，你直甲拍，一直甲讲，拍出来的囡仔讲足逆反的，就是讲伊足反叛的。你骂出来的囡仔吼，无信心，讲真糊涂。这是有人家整理出来吼，这是较负面的就对啦。另外一面正面的什么？是嘞，逼出来囡仔，讲足出价，这话是较属于迄个中文式的吼。就讲伊有迄个压力出来囡仔，伊会足成长；磨出来囡仔足坚强，苦出来囡仔足捌代志，教出来囡仔传统，拢闯出来就讲安尼。经历足多的困难的囡仔，就真勇敢，拼出来囡仔真成功。这是人以为着要照这个字一句一句啦。互咱感觉一个简单的思考就是讲，有时你用迄个较成的方式，囡仔的发展无一定较好。有的囡仔是爱，互伊有一寡压力，有一寡艰难，伊会后拄着挑战会当克服，安尼的囡仔可能会较好安尼。兄弟姊妹。你到底想要互囡仔什么？咱台湾最近我感觉讲，台湾的囡仔吼，青少年发展足趣味的，有两种方式，两个光谱就对啦。一面吼，哇，咱看见真侪台湾之光哦，你看咱的迄个网球选手，咱的羽毛球、桌球吼，伫世界拢排前几名，足优秀。因为足侪科技，囡仔研究科技吼，这世界遐数学啦。遐科学嘅发展，拢世界有名。咱一个小小的岛屿，2000多万的人，我都能甲世界迄强国相拼。咱感觉即卖少年囡仔真无简单。但是一面咱看见，有人讲即卖囡仔叫做小屁孩的对。伫即卖放暑假吼，伫咧街仔路啦，伫卖场啦，伫迄咱的厝边头尾啊，冤家相拍吼，互遐家长吼足艰苦的，足烦恼的就对啦吼。前2日有人有报一个新闻讲，哇，这囡仔伫咱厝边头尾啊，甲咱吵甲吼，伊讲比7月来较严重，7月就是几月来啊？这囡仔比遐人较严重安尼就对啦吼。咱嘛发展讲看到有这靠霸族、啃老族，2极的发展，我相信这囡仔我想爸妈素质拢共款，不过迄是看父母安怎教育。所以有一句话讲，唔通互囡仔真做妈宝。你家己唔通先做宝妈就对了，你莫互你的囡仔，你无爱互你的囡仔做妈宝，你唔通家己做宝妈。宝妈的什么意思？讲逐项拢应付到边啦。咱进前有一句话讲叫做直升机父母。什么叫直升机父母呢？咱早暗送伊到学校，这基本的对不对？伊若有这问题，我就敲一个讲妈妈，我送，你就对你办公的所在，对远的所在拼来去甲解决安尼。
伊无法当家处理代志，就话你就来就对啦，吼，随时应付的，迄叫做直升机父母。啊，造成什么款的囡仔？这款囡仔就反正伊话，伊敢若催话就会解决，伊就无爱做啊。所以吼，咱嘛进前发生讲，有一个已经咧做兵的，吼，做兵的迄个青年吼，到时就讲伊妈妈来甲处理代志了，已经到军中咧做兵啊，就讲妈妈来处理代志。最后，牧师要分享咱讲，哪里？咱有真侪选择，不过咱是毋是去超越到一个上珍贵的生命的教育？咱拄啊圣经有讲到，行正路，到道儿童行正路，伊对细汉到老拢袂记着。咱有反应无共款，有的是正路，有的是合意的路，着行的路。因为你若知影什么是着行的路，你毋通互你的囡仔因为细汉嫌无爱，啊无爱学，啊无爱受苦，啊你就讲啊好啦，凊彩啦，后摆才阁讲。我相信，昨昏我伫青少年的即个聚会中间，甲因讲到一个，甲伊同我讲，那小朋友伫厝里吼，爸爸妈妈啦爱食咸，对无？所以咱煮菜拢会加减煮咸的，对毋对？即个囡仔细汉伊就爱食咸啊，对无？因为迄伫细汉就互你的家庭影响啊，所以后摆伊出外面吼，若无险介绍物件无好食。啊，我毋是讲这好甲毋好啊，是讲囡仔伫你的家庭的中间伫栽培，你什么互伊什么，伊伫细汉所雕琢的，后摆就是一生。你讲后摆伊无爱食咸，真困难改啊。啊，表示讲有真侪物件伫细汉，你互伊正确有方向。拄才在囡仔伫顶悬咧背圣经，感觉真感动啊！啊，咱教会吼，信从长老的孙啊吼，拄才孵出去咧好哈。伊吼真着要背圣经咧，我背啊足快乐，足欢喜咧。啊，可能背了伊毋知影什么意思啦，但是请会记咧。等伊较大汉的是讲，即句话我细汉就要背，什么意思？你诚做伊一生的帮助。啊，所以兄弟姊妹，请咱大家做伙来做一款的立志，讲当主啊，可能我做一个父母，我嘛无法当逐项知识拢捌啦。我要互我的囝，什么我无法度能100%对毋对？现在我要教我的囡仔3岁，你嘛无一定知啊。但是一项真要紧，迄个中心就是互伊来亲近上帝，这个是吼绝对100%无害处的。啊，所以咱伫每一摆小朋友洗礼的时阵，咱教会拢会送一本叫做《犹太的父母》啦，这本册旧旧啊，毋过内面内容真有意思。我有听到咱遮个新手爸爸妈妈伊讲，迄本册内底吼有一寡观念真好哦。犹太人安怎教伊的父母吼？啊，所以犹太人的父母因上要紧的是安那？因教伊这两项，就是生命的教育，优先用信仰来做教育。因这个就是咱咧讲的，互伊行正路啦，行正路了。其他要学拢还袂慢，但是信仰若是有行在，因就行伫正直的道路内底。所以什么叫做生命的教育呢？那伫我理解中是这，就是人捌敬畏上帝，知影我本身活伫这个世间是上帝恩典，我有谦卑的心，有感恩的心，而且欢喜接受教导。囡仔细汉有这款的态度，安尼伊就受真好的这个轨道。第二是学生命的智慧，毋是学一寡皮毛的遐个知识哦，是迄个生命的智慧，知影安怎做选择，知影安怎忍受忧郁，知影伫迄个迄个选择的中间，你要选择正义，毋是选择自私。啊，这拢是智慧，这个册内底吼，无一定知识会讲着，是你家己做操练才会有的。过来是培养优良的品格。有迄个好的品格，你甲人相处会受欢迎。无你若讲一个自私的囡仔，出嘴就骂人的，你是讲这个囡仔人会欢喜吗？所以迄个好的品格，成做一个你甲人接触，就是训练正确的迄个人际关系。对啊，咱讲3C用品哦，会引起一个囡仔变做宅男就对啦，宅女。都伊敢若电脑，伊就足快乐。剩的甲人接触有困难。搁一项对操练魔性的能力。犹太人因咧教伊囡仔吼，逐项拢尽量往好个行。其中有一项就是讲，因爱学会晓趁钱啦，学会晓一项技术，学会晓一项手艺。
你看保罗吼，伊去外国传福音，伊有种手艺会当饲家己，迄是犹太人因家己训练出来。毋是讲啊，我囡仔将来要互伊读册，啊要互伊啊读高学历，啊毋免学音视，有人学做目，有人会晓啊做事，啊种种遐普通的物件，因感觉真重要。兄弟姊妹，这个拢是值得咱思考的事啦吼。但申命记6章50到60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但我今仔日所命令你，这话着记伫你的心，也着用这个教是你的行字。这是讲咱为何要招囡仔来到夏令营，啊，互因学习信仰的关系。因为你若会晓尽心尽性尽力听上帝，其他的事你就会一触旁通就对了吼。啊，所以伊这个第七节吼。伊写讲，也着用这个困困教是你的囝儿，无论坐伫厝内、行伫路呢，困还是起来，拢着讲论。伊讲，也着绑伫你的手做记号，戴伫你的两蕊目睭的中做纪念，搁着写伫你的厝的门徛甲你的门。啊，咱在犹太人因用这个对细汉，都是有一个标准的这物件，对教咱的细囝。兄弟姊妹，以赛亚54章13节讲。你的囝儿拢要互耶和华上帝教示，你的囝儿爱互上帝来教示，你的囝儿要得到大平安。所有知识拢毋达到对上帝领受到迄个生命的真理吼。啊，所以我期待今仔日无论是咱家己本会的父母兄姐阿公阿嬷，还是咱今仔日有新朋友来伫遮带囡仔来，我真期待讲咱会晓学习到讲接近上帝。啊，接受祝福，就像拄则咱看的这则经节吼，咱搁复习一下。伊讲有人带囡仔来耶稣遐，爱伊甲因换手祈祷，门徒接避遐的人。毋过啊，耶稣讲，互囡仔来我遮，毋通甲因阻挡，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伊就甲因换手祝福，然后离开。这囡仔来教会受耶稣基督的祝福。因就一生行伫稳定的道路，因的心会真柔软，因知影安怎尊重人，因知影安怎关心人，因知影安怎学习，因知影安怎听人。啊，这个拢是拄则我讲的高科技的物件，袂当互人的，是迄个人甲人中上基本、上界原始迄个互动，这个物件所颠倒是一个人成功的上根本的事。所以，鼓励咱大家会记得，咱教会足用心，2场礼拜拢有2场的主日学。你来到礼拜，有老师甲你照顾便便，这囡仔伫地下室接受教育，然后你礼拜煞囡仔带倒来，真方便。第2场华语礼拜的时阵嘛是共款，啊，所以咱互儿女到主耶稣面前接受祝福，因为天国的子民亲像因对什么，亲像这细囝，所以。咱的福强教会的主日学吼，有足强大的师资阵容，而且分2批哦吼，啊有华语的，啊有台语等的，因敬畏上帝，伊嘛真专业，佮有听心，而且咱感谢主，经过咱历代这牧长因的努力，咱的教会的这硬体教学设备拢非常的优良，非常的好啦吼。足侪人来看咱的地下室遐的教室，人讲哇，足欣羡的。有的教会若初开设，无啥物所在呢。礼拜堂吼，用过来用礼拜交陪食物件以后拆开来上主日学，人因安尼嘛伫咧主日学。咱教会有遐尼周济的这个产品，搁参这个议题，咱只敢若欠囡仔较侪人来。伫上帝恩典中来受造就，所以咱的教会主日学就是一个儿童生命教育的会园啦。咱拄则有讲起着，真侪的选择，毋是咱家己的认知所会知影，但是请会记得，你的细囝来伫教会接受信仰的培育，这是一个上水的基础。伊讲一生到老拢袂偏差，若一生到老袂偏差，你就安心啊？敢毋是？无咱有的会友吼，囡仔啦。高中要离开家庭，你烦恼甲，伊伫遐到底会晓买物件，会晓食衫会无？要买衫裤，要买日常用品会晓买无？搁咧烦恼迄咧。感谢主，
咱今仔日通过夏令营的即个成果发表，咱来思考即个重要的议题。原咱的囡仔拢是一个对上帝领受着恩典甲祝福，耶稣所看手的，咱当心要来做大道来